新竹竹东市场地度有一间老商馆，到今年都好开业60周年。84岁嘅大员工完成功课改好哦，不过现在卢卡改苦，国教毕业辈一路去台北有名嘅翕相馆学时诶。去过亚洲蔬菜过后，伊倒转去竹东屯亲戚住店面，自家来开翕相馆。现在生意改好，唔单止也店铺一年头天如无了。伊还会去轮天马，把轮翕相机也都器材去屯人翕相。女万江林都有人专门爱伊去翕，伊为过多年留下的人生重要时节嘅记录屯回忆。相关嘅状况20年都唔是变过，每上嘅30人出去给家蔬菜铺去。26年前来用工嘅每日屯西郎归去接养一辈，唔过时推冇穷用嘅，伊哋咩唔低，还可以到1嚿多。来要到了，笑一个，再笑一点点。超過國土欠下群妹，也係84歲嘅賴榮光就嚟住石景嘅透露，佢嘅專業已經考到當師傅。佢當專業嘅，而呢種錯呢是相信佢，確實不讓你翕落非常難解好看。67歲嘅彭坦榮從細地翕相，無論結婚也的人生嘅重要過程，都會去了解翕相個翕相。佢技術都要多嗰樣程度，所以佢成上咪說唔會用個橋變方就係乜嘅，唔會。咩啊？咁變好多嘢嚟講，肯係咁樣識。賴榮光13歲就來到台北學習嘅，乜嘅雜菜嘅都會做，但係看挑家翕相，而不是挑出了其他事嘅強下挑好。cái thiếu cả một chỗ đại, hay chỉ từ phía đại, hay thiếu cái điều, hay muốn quan này, hay nó ra是cái chuyện嘅啦。哦，有幫你發現嗎？唔係佢唔啲。做安樣一個名，問佢幾多年長出世，佢安樣講。現在哦，講見少啦，跳少。個340啊，一隻當搞鬼啊，一隻當搞鬼哦，就睇下你呢條偏偏多錢，呢這樣嘅啦。就搞好辦東西啊！彭妹也是一個記錄，中南來到蔬菜嘅翕相館做過，民國47年，賴榮光轉到竹東開店，嚟推古董翕相機，就係街下流動見嘅。比如講，那些你要風啊表風，你表風呢啊表風啊，你翕嘅嘢呢，嘢嚟即刻就好咧。佢為翕相機機關解釋到嚟，全為用最鬆手來調整。係第一頓要面冇面，自己做啲簽係，即冇面，要面冇面人哋頓要面有面咯。調焦距。調焦距對，調焦距對。本年版也會夾譜。表下來，好，地面落去咯，你可以翕，擦翕好咧，哦翕好咧，喺度揾地面，那冇上來，好咧準地面好嘛？換做數位翕相機，本係按專業。第一隻機器嗬，專門翕，我一般用嘅相片1寸2寸嘅相片嘅啦，一般都用嘅啦，嚇。係第二台是翕團體用嘅，是團體啊，團體照鏡頭冇重要。賴榮光講，相片會翕落好看，光線才會足好。翕團體照嗬，是要前光啦，睇啲暗東西吧。係因去藝術照，就打光線的，光線好像去往得在下面，都個就打光線的。除連賴榮光嘅朋友，本單也係來翕相爭嘅世界。嗰時候我爸爸佢當有名嘛，翕當多小姐來翕一種相親照嘛。其實很多小姐，人家介紹很多幫我媽媽、幫我爸爸託，我爸爸就唔中意。我媽媽嗰時來對翕相係幫我紙片來。抗地竹東市場都好嘅老翕相館，今年60周年地，兩度嘅狀況一直冇改變。始終是住東台面嘅強硬吹風機和本意始終打扮，任常是都好嘅燈光陶器行行都有，還有各種冇強讓風機嘅本意和本意圖。還有幾玩啊？之前啊，東翕相啫，我當然要玩。還有哪種嘅本意？看風機那正嘅咯。是興趣法。
當住老師每嘅風景，手機就當到劇組也來啲翕相拍戲，店內還等你嚟當到編輯相片、寫劇相片兩道，佢哋直及時嘅老翕相館，會當到做同意留下當暫掉嘅位置。坦白講，第發工照相館呢當少了，今年已經第60年，民國47年到今年107年，我爸爸已經走過60年。唐基工會唐嘅出動唔排的，26年前嚟中國成為退休，店度嘅師傅就陸陸續續離開，嚟山地老幾嘅老公出唐嚟中國嘅會轉來接。咁強師傅都笨師傅刁難，有時啦，只是講做唔做安樣啦嚇。然後爸講，哎呀唔是強師傅，人家爸爸人家媽媽嗌，按佢兩隻按時沙做。是正年頭天冇結困。還是正意接個300人做嘅客，不過兩下沙沙都做手機好翕相，翕相館嘅聖地冇從頭擺就按好嘅光景咧，第三台也冇見上為來接，四台先係先，總講老翕相館係係做啲選擇嘅價值。人都希望照一張好看的相片，尤其像身份證通護照那種是都要等於是代表一個人的。那我們家人像是真的是算蠻有名的，人家會來這邊就特地照一張證件照。最新嘅堅持在先做就好透露，佢哋對自家處到當公主，無論係就係當幾多嘅，老翕相館老師傅都是見地做東京嘅老師都互相見嚟，上到出為滿足就公仔嘅小喜來。到咯，笑一個。